去到東岸時間嘅7:42啊，2026年嘅4月14日星期二嘅早上嘅。咁咧就高盛表示啦，就話咧受交易活躍同市場嘅波動推動啊，佢第一季咧獲利咧就成長有成19個百分點喎，即係差唔多2成啊。佢話咧，但係由於咧投資人擔憂喺華爾街今年咧剩餘時間嘅表現咧，該行嘅股價咧就下跌咗嘅。好啦，推動咧美國主要股指咧本週係開高嘅，就講翻星期一啦，講翻星期一啦。咁啊，標普500指數啦、納斯達克指數啦，同埋道瓊斯指數分別咧上漲1個百分點、1.2個百分點同0.6個百分點嘅。好啦，咁啊即係話咧呢個嘅美國啊，佢係入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啊嘅情況係對個市場係點咧？咁啊今次咧就係特朗普下令啦，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伊朗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貿易啊，封鎖呢啲嘅貿易啊。而德黑蘭方面咧就承諾咧將會繼續封鎖呢一個嘅海峽，咁就正將咧全球能源市場咧推入呢個更深嘅困境。不過股票升喎。好啦 ，Meta 又點樣咧 ？Facebook 嘅 Meta Platforms 今年咧就有望咧佢叻仔啦，超越咧 Alphabet 旗下嘅谷歌添喎，成為全球領先嘅數位廣告公司啊！估佢唔到係嘛？呢個咧將會咧係為呢家嘅社群媒體公司咧第一次咧獲此呢個殊榮。喂，真係好少聽過嘅喎嚇！你講喺 Facebook 啊、G100啊，可以咧就贏到咧呢一個嘅谷歌啊，即係 Alphabet 㗎啦。廣告啊，即係而家啲廣告都係比較多網上嘅廣告啦嚇。好啦 ，Meta 平台咧呢一個所謂嘅虛假引發恐慌內容嘅傳播咧，就菲律賓政府就下令啊，就包括有關能源定價同供應嘅説法嚇，就話制止佢呢啲嘅虛假嘅嘢啊。好啦，油田服務供應商係點咧？貝克休斯咧就同意咧，就將佢咧就叫做威基Technologies 嘅業務咧，就以大約咧14.5億美元嘅現金出售俾瑞典嘅工業技術公司 Hexagon 嘅。亞馬遜又如何咧？我哋都諗住都係一啲嘅郵購服務啊，網上訂嘅啫。原來而家唔係啦，佢亞馬遜呢個咧就話咧係汽車業務啊，透過咧擴大咧佢嘅汽車業務啊，進軍美國最大嘅零售市場之一，以避免咧投資者咧就遭受損失。佢哋每次都話咁做啦，都係股價飆升啦咁啊，就話咧佢嗰個嘅汽車服務咧，佢就話喺唔同嘅城市嚇，喺唔同嘅亞馬遜繼續嚇。咁啊，因為咧，即係好多飯噶嘛，你知亞馬遜個老細啦嚇。咁啊，今次咧就話賣車嘅服務啊，就係一啲嘅新嘅牌子啦，同埋多啲嘅城市。咁啊，而我嗰日咧就喺個亞馬遜嗰度掃下咧，突然間見到咧佢連名牌都賣嘅喎，真係好貴㗎嚇。即係嗰你睇一睇啦，新春咧興啲咩衫啊咁樣啦。咁啊，2000幾一件㗎女裝㗎。連身裙啦，2000幾，幫你襯埋個手袋都係2000幾，有啲3000幾。咁啊，當然啲名牌子啦，譬如 Oscar de la Renta 啊，咁呢啲嘅名牌子咧，俾你知道個價格啊，同埋個趨勢啊。咁但係你知道喺市場又可以揾翻啲平啲類似咧，就好快又再出籠㗎啦。不過當然嗰個品質又唔同啦，因為佢用嘅料啊各項咧都係會精緻一啲啦。咁呢個就財經方面㗎。咁喺呢個《華爾街日報》咧，去點樣睇呢個全球咧？第一個擺咧就係當然就係講呢個block 咗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啦，即係和平談判啦。呢個喺伊朗美伊談判咧就喺禮拜尾嘅時候就失敗咗啊。咁但係頭先我喺新聞都有大家講，佢哋再傾會再希望仲有啲嘅進展嘅。咁所以咧，其實呢方面咧喺市場方面都係擔心嘅。佢係全球經濟帶嚟另一個嘅衝擊㗎。利雅得方面咧就表示，伊朗咧可能會關閉紅海煙球，又係鏈住條喉啊，即係咽喉要道啊。喂，可能會關閉紅海咽喉嗰度喎，就係咧對抗封鎖呢個咽喉要道咧，就對呢個沙烏地阿拉伯剩餘嘅石油出口咧係至關重要嘅。Red Sea 啊，choke point 啊，即係叫 choke point 啊，即係咽喉要道啊。好啦，
咁啊，油價如果佢出唔到嘅時候會點咧？佢跟住嘅行動又係點樣咧嚇？好啦，另外咧就講咧特朗普嘅決定啊，佢其實呢個都幾特別嘅。佢講誒，你決定擺出嚟嘅，頭先個新聞都有讀啦。咁啊，特朗普咧，我琴日都立過，今日就更加清晰睇到個成幅嘅圖片啦。佢就變咗做耶穌嘅。即係以一幅畫嚟講，嗰個角度着呢啲咁嘅衫，所做出嘅相片帶出嘅都係一個耶穌嘅形象嘅，就話佢咧係以耶穌自居，咁就俾人鬧啊。連佢嘅好朋友啊，意大利總理都話佢咁話，佢即刻收翻啦，冇得睇噶啦。不過網上其實就仲有得傳。好啦，咁啊，去到東岸時間嘅7:48啦。咁咧就講咧喺華爾街就都有好多嘅消息啦。咁我快講下，特朗普咧就決定啊，就發布一個咧由人工智慧生成，將自己咧描繪成為基督形象嘅圖片啦。咁咧就係批評咧教皇啊，咁引發咧基督教支持者嘅強烈反對，包括咧佢嘅好朋友啦。一名嘅法官咧就駁咗咧特朗普針對《華爾街日報》出版商提起嘅誹謗嘅訴訟嘅。咁呢個訴訟咧源自於一篇咧關於愛潑斯坦嘅文章嘅。法官表示咧總統未能夠咧達到呢個勝訴嘅法律門檻咁話嘅。嗱，其實琴日有個消息出咧，可能大家又唔係特別留意，不過因為今日佢再出咧都係喺美國好多個媒體其實都有講呢件事，我都可以講下啦嚇。好快啊！加州眾議員啊，就叫做艾里克雅，我應該係咪讀英文會比較易啲嚇 ？Eric 啊，佢叫 Eric Swalwell 啊，同埋咧呢一個嘅德肯薩斯州，佢咁咧叫做Tony 啊。我發生啲咩事咧？咁啊，呢兩個人嚇，Tony 就話咧喺。佢兩個呢做男嘅喎，好似嚇，佢哋要離開國會啊？點解咧？就係因為咧對佢哋嘅性行為不端嘅指控啊，引發眾怒啊！嗱，我而家就咁睇呢兩個似乎係一個叫 Tony 係嘛？佢哋兩個名都係似乎係一個 Eric，佢都係男嚟個嚇。要求佢哋辭職或者面臨咧驅逐投票，佢哋將會離開國會，即係話你唔辭職咧，我哋就投票驅逐你。話呢件事好大件事啊！咁啊又少咗個位啦。好啦，另外咧就攻擊加州咧呢一個嘅薩姆奧特曼住所嫌疑人咧就帶咗一個反人工智慧文件，其中包含一份咧人工智慧公司執行長嘅名單。喂，呢個有啲恐怖喎！點解會咁樣嘅咧？呢一件事咧，嗰個咧就係襲擊一個嘅 Sam Altman。喺加州屋企啊，又叫做 Anti-AI 嘅 document 啊，哇！全部嗰啲人工智慧生成嗰啲 CEO 都好出名噶嘛，咁啊當然你知道住喺邊啦咁嚇，咁佢哋會唔會驚咧？係咪因為令到佢炒魷，佢連份工都冇咗咧？咁嚇。好啦，加拿大總理卡尼咧贏得大選後組成咧多數黨政府啊，呢個令到佢能夠自由咁推行嘅旨在重建經濟嘅議程嘅，即係所以咧佢基本上都係一定係咁噶啦。你有個總統出咗，你如果你下低大選之後咧個黨派裏邊內部咧多數黨嘅話咧，即係話乜有乜啊做乜啦。好，另外咧，唔知你有冇關注啊？就係講呢嗰個 Rainbow Pride 啊，即係話呢一個彩虹旗嘅驕傲啊，即係話，因為我哋每一年咧，其實喺紐約咧都有一個嘅同志遊行噶，叫 Pride Parade 驕傲遊行啊。咁有一個人爭議嘅嘢㗎，而家最新有消息嚇，就係話咧嗰條旗啊，即係嗰個嘅彩虹旗，而家咧係可以咧喺紐約一個叫做 Stonewall National Monument 啊，即係嗰呢一個嘅紀念嘅，就嗰時佢哋爭取啦，咁所以嗰度一個地方嘅標誌啦，咁啊聯邦政府就表示啊，可以喺紐約市啊一個石牆國家紀念碑去展示呢一個嘅彩虹旗，即係彩虹驕傲旗啦，推翻咗先前咧就話要移除佢嘅決定嘅，咁而家可以擺翻喺度啦。好啦，咁有一個咧就係電視兒童節目啊，電視兒童節目佢有冇講係咪芝麻街啊？咁就喺美國電視兒童節目嘅製作人啦，咁喺96歲嘅高齡咧就離世嘅，
佢個名咧就叫西德克羅夫特嚇 Seacliff 嚇。咁我哋就可能唔知啦。不過如果睇佢呢度冇講芝麻街，如果唔係一定係知道嘅。咁另外咧就係講翻嚟賣屋啊！你估下咧喺3月份啊賣屋嘅情況係點咧？3月份咧賣屋咧就叫做新低喎嚇。自從呢一個嘅6月2025年啦，即係以呢一個9個月嘅期間啦，跌咗嘅。跌幾多咧？3.6個百分點嘅，3.6個嘅百分點嘅。咁就話咧喺美國咧，現在嗰個嘅賣屋嗰個情況係達到係398萬嘅，398萬。咁呢個都好詳細咧，有個列表咧就係講出嚟咧，就係起起落落，起起落。其實就我就覺得佢分別就唔係太大啦，咁大約係300幾，即係佢每一年啊，佢嗰個月份買幾多屋啊嗰啲咁，咁佢大約係300零萬、400萬。咁啊最好就2024年嘅時候啦，喺第二季啊，2024年嘅2月度咧係比較好一啲嘅。喺2025年啦，2024嘅尾同2025嘅頭都 OK。咁中間咧就即係因為有啲又再係估計啦咁樣，到2026年啦，咁樣3月啦就係達到係398萬嘅。好啦，另外咧都同大家咧講講啦，而家咧即係嗰個嘅AI 啊係非常之盛行啊，小心啦，唔好同 AI 談戀愛咧，就談到咧就係出現性命嘅危機啊 ！AI 咧同你傾偈嗰個咧唔係人嚟㗎，嗰個係機械人嚇。大家都留意下，唔好投入太多嘅感情啊嚇。東岸時間嘅7:54。需要護理嘅請注意，有紅藍白卡需要護理嘅老人或21歲以上病人嘅朋友，通過優秀護理公司，你可以免費快速取得牌照並照顧呢位老人或病人。有護理牌照請到優秀護理公司報名，薪高工多福利好，時薪21蚊6毫4至22蚊09，請撥打646-226-5679。要護理就揾優秀護理公司，曼克頓、法拉盛、布魯倫都有辦事處。有病人想免費攞牌，請到優秀護理攞牌快。